行以孝為先，其實孝順咧人人都做得到噶。晉峰青年商會舉辦嘅想說情孝行為先全港小學生攝影比賽，建議開始報名噶啦。我 Bob 全力支持。我覺得孝順呢樣嘢就好似空氣咁樣，即係人必須嘅，即係冇咗空氣又會點樣？死噶嘛，係咪？其實我覺得咧，身體髮膚啊，受諸父母啊，即係我哋每一個人嘅身體咧，都係爸爸媽媽所嚟嘅。只要你愛惜自己嘅身體，愛惜自己嘅生命咧，竟然係對爸爸媽媽最大嘅孝順。好多見到啲嘅朋友仔咧係好唔錫自己，好唔愛惜自己，其實咁樣咧係好不孝嘅。希望大家多多珍惜自己嘅生命，愛自己就係愛你屋企人。即係我都覺得我自己一個算做係孝順啦，即係未必係好孝順啦。希望再慢慢學習當中，因為當自己大啲嘅時候呢，發覺爸爸媽媽可能都越嚟越老啦。你見到每一次可能一個禮拜、兩個禮拜翻屋企食一次飯嘅時候，見到爸爸媽媽可能啲頭髮又白咗啊，即係可能嫲嫲啊、婆婆咁樣又老咗咁樣。其實自己都覺得原來即係時間過得好快，想去孝順佢嘅機會，可能即係個次數會越嚟越少，所以每一次都應該珍惜同家人相處嘅機會。咁我諗我而家慢慢學懂咯。我見到我嘅屋企人，我哋自己有一個嘅即係 WhatsApp 嘅 chat room 咁樣嘅，好多時可能姑姐陪完嫲嫲食完飯之後，又會 upload 啲相上去，大家可以睇得到。阿叔又同屋企人食完飯之後，又 upload 啲相上去，又睇得到。咁我諗令到大家明白到孝義呢樣嘢，即係希望大家都要好好珍惜自己嘅屋企人咯。其實好多人話啊，好忙啊即係出嚟做嘢，其實忙到點啊，你都可以打個電話俾個女朋友去傾偈。忙到點啊，你都可以再攞個電話上 Facebook 啊，上微博。點解唔可以用嗰啲時間打個電話去問候下你嘅爸爸、你嘅媽媽、你嘅爺爺嫲嫲、公公婆婆點啊？今日食咗飯未啊？天氣凍咗咯，着多件衫喎。呢啲好簡單嘅事嚟嘅，大家都做得到。